山歌子是以拉、哆、咪三个音作为骨干音，加上虚字和衬词的润饰。所谓虚字和衬词，那意思就是说加上了什么呜啊、呦啊这些的衬词，如果加上去的话，那曲调啊会变得更圆滑又更活泼。广受乡亲的喜爱啊，广受大众乡亲的喜爱，很多人都喜欢唱山歌子啊，因为他那个前辈们都说唱山歌子懂拢对，但是呢，又不如老山歌那么高亢与嘹亮。那老山歌就非常的高亢与嘹亮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这是在采茶的时候，那一边的山唱到这一边的山，就是要跟男生对唱啊，所以那个声音就非常的嘹亮。节拍有板有眼，通常是1板3眼之4/4拍。各位同学大家好哈，一下来介绍一下山歌子课程的介绍。课程目标是山歌子将客家文化的精神予以代表，象征客家人坚韧、淳朴。长久以来，唱山歌是客家人重要的精神食粮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上山垦地、垦荒地，旱流没落啊，又要种茶，又要耕田啊，又要抽鼻啊，所以说有可能是你除了唱山歌，抒发一下心情。曲目的讲解就是山歌要唱出你当时的环境与情景。接下来我们现在就要来唱山歌子。那山歌子这个词呢，是我们班上那个王新宝同学他自己做的词。那腔一定要老腔哦，一定要唱老腔，不要把我们的老腔忘记了。鼓手要保持保留老山歌的腔调，有老山歌的腔调，有山歌子的腔调，有平板的腔调，鼓手要保留下来。因为歌词的内容，头我讲到王新宝嘛佢创作，又那讲了还有啥呢？创作家啦，他也是得了很多的奖。他的那个像我现在我在班上就很好，我不用去找歌词，歌词就是由那个王金宝同学他就会自己写给我，我就可以教，我就不用费很多功夫的要去找歌词嘛，还要自己写。你歌词的话，你还要有逻辑，没讲凊彩写还是做歌词啊。比如讲了天机了缝要往上飘。那第二行的同也要往上飘，那第3行的撵，你如果不是3声最好了，就不能往上飘了或者是4声也可以。那你第4行，那你也一样要往上飘就是这样，就是因为这样子就会比较好唱。那我们来看歌词。客家精神表现中，你怎样念你就怎样唱。现在都很注重咬字哦。那个老师那评审老师，你如果没有咬字的话，他就给你扣分了，就得不到分数。所以说咬字很重要，我们客家话的咬字很重要。你四线话怎样咬字，你就是怎样唱。那有的海陆的人为什么要咬字？那因为以前那个评审老师他是在评审的时候，常常会听到那个海陆人、海丰人他那个转不回来。比如讲中华民国，其他讲到中华民国万年，结果万年，所以说那个都没有分数。那后来因为我们以前老前辈他是唱山歌是满3首的
它不是说像现在，因为我们现在有进步了嘛，所以有那个老师们呢，就是要注重大家要咬字，字要咬清楚，这样子唱的山歌才会好听。那客家精神放心中，就是我们客家坚韧的精神啊，它放心中。行船唔讲对头逢，像行船唔讲对头逢，现在我们那个客家文化传承路啊，还正在上坡的时候嘛。客家传承上家路现在正是上坡的时候。你如果说唱歌散国劲唱撸出会同嘞，如果你会唱山歌，你会唱客家歌，你慢慢的你就会讲客家话。那之前呢，很多出外的那个年轻人呢，像这位老师一样，出外的年轻人呢，都忘记了我们自己的母语了，客家语了。如果你常常唱歌，那路就通了。那个讲客家话。又上道了，又上转了嘞啊！安尼啦，然后同样意思啊，山歌传唱在民间，大街小巷都这样唱山歌。那声韵好听，甜舒眠。那个赖里面常常都有说啊，叫我们要多运动哈，因为呢五脏肺腑啊，全部都运动到，就会健康啊，就会长寿哦。那果此同修斗知非。他歌词虽然很通俗啊，可是他智慧是非常多的，是很有智慧的这样子啊。只要一首的歌词啊，他就形容的很好很好这样子。良言天上乐无边，就是每一句都是良言啊，然后天上大蜜啊，快乐无边啊，老人家坐在那里啊就快乐无边。接下来，然后来唱山歌子，我来先吃饭。
刚刚是我的示范啊，那现在我们要来一句一句的教唱。他出来一句一句教三国志的唱法啊。那个三国志我头下有讲过的，三国志呢，不管乜个三国都共用，你就按声音说，说嘞，你唱出来说啊。你做好唱行老师啊会张一天的声音说讲哈，客家精神表心中，客家精神表心中，行船唔惊对頭風，行船唔惊对頭風，客花傳承上家路。客花傳承上家路，三國建昌路外同，三國建昌路外同。你還聽團咧？哦，你是8讀詩誒，你2首歌，所以你56讀詩。哦，這是上半段。那我們下半段的歌詞是。三國傳唱蔡明間，三國傳唱蔡明間，上雲後堂添書年，上雲後堂添書年，歌詞同修道之非，歌詞同修道之非兩年天上落無邊。兩年天上落無邊。大家講得懂好啊。那我剛剛示範唱的時候是唱女生唱的部分，那我們現在來教同學唱男生唱的部分啊，南腔啊。雖然說不能講是南腔，但是這是重唱腔嘛。有那個男生哦，會高個4度5度。假如說你跟女生這樣子唱是唱不起來，所以要變化一下唱法，哎，你聽我唱哦，客家了金啊神啊，好來，客家了金啊神啊。心了中啊，表心了中啊。所以這就是南腔中啊，就是南腔它的特色哦，它唱法的特色啊。行山就唔驚啊。對頭了風啊，來唄，來，行山就唔驚啊，對頭了風啊。好，第二句哦，客花了船啊。神啊，預備啦！客花了春啊神啊，上家了路啊，上家了路啊。特色唱出來啊！三個究竟啊，唱啊，來唄來。三個究竟啊，唱啊。路外了同啊，來唄來。路外了同啊。
三歌六春啊，冲啊，柴米油盐呐，柴米油盐呐，上云酒后啊，汤啊呗啊，上云上云呗啊，上云酒后啊，汤啊，点数了年呐，添数六年啊，那个上云酒后啊，汤啊，那一定要换气哦，因为我们后面有调高音哦。你假设你刚才某换气一下，你就会唱不起来哈。好，下面一个最后一行，狗子有痛啊，修嘎，豆子有飞呐，来呗来，我只有痛啊，修啊，都只有飞啊。很好哦。6年就天有上啊，换气，让不了变呐，来呗来。6年就天有上啊，换气哦。若无了变啊。要换气换得好，后面就可以拉很长哦。比如说6年就天有上啊，换气，让不了变呐。你要填几个人就都对了哈。好了，现在换女生的部分哦。啊，女生的部分啊，因为你要重唱嘛，鼓手你还要声会唱的部分，cái声会唱的部分哈，有某嘛cái风筝，嘎流来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好，因为我们都会唱那个哈，因为男生比较没有教唱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女生我常常都会有教唱，鼓手我们女生都很会唱。好，那我们就从第一句开始，预备，客家了金啊神啊，用心了中啊，行山就马强啊。第二段了哈，第二段歌词三歌流，预备来，三歌流春啊春
下一句，共此了同啊修啊，都知了非那，两眼就偏了伤啊，弄不了边啊。台灣喺呢舊歌，西拉強老西拉強嘅唱法，你哈後來整合唱法的呈現。男女腔的唱法。那我们还有其他很多什么三大调啊，有平板啊、三歌子啊，有小调啊，希望能在客家共学的平台上，来有所收获。是梦你暗自谁？